下班了，改个卷子放松一下。简答：如何不提遗憾表达遗憾？这个题需要一定的阅历啊，写好其实是有难度的。看第一位同学写的是梦之泪伤帅气的脸庞，遗憾当年不该偷那个塔是吧？烂梗0分啊。看第二位同学写的霹雳火，我们这辈子是敌人，下辈子再做兄弟。这得亏是我看过啊，支持但不鼓励，满分。第三位同学写的是我当然知道那不是我的月亮，这是下去积累了啊，满分。看第四位同学五丈原，丞相千古，满分。第五位同学写的是我结婚了，你呢？还在道上混，满分。看最后一位同学写的是壮臣吉也。